如果純粹從道德和倫理的角度去剖析及批判這位漫畫店老闆的行為，他的做法確實充滿了瑕疵與自私的計算。雖然他最終選擇了斬纜、拒收拆贓，但他的動機並非基於高尚的道德覺醒。我們可以從以下3個核心道德盲點來批判他：一、利益凌駕是非，以從眾合理化共犯行為。老闆起初是拒收的，但因為老婆一句你不收，別人也會收來賣，他就覺得有道理，並開始收購。這是非常典型的從眾謬誤與利益掛帥。在道德上，一件事情的對錯不應由有沒有其他人做來決定。他明知道這些是拆贓，知道背後有被偷竊的苦主，但他為了不讓同行賺走這筆利潤，選擇了妥協。這在道德上等同於為了私利，自願成為犯罪產業鏈銷贓的幫兇。而極端的雙重標準，缺乏普世道德觀，這是整個事件中最值得批判的一點。老闆最終決定停止收贓的轉捩點，並不是因為他幡然悔悟，覺得偷竊是不對的，而是因為小偷向同商場、同樓層的同行一代匯集下手。他提到的理由是，大家相識的行家，沒理由助長小偷去偷行家財物。這反映出他的道德底線是浮動且雙重標準的。只要受害者是他不認識的陌生人或遠方的店鋪，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收贓賺錢。但一旦受害者變成了他認識的自己人或鄰居，他才覺得過意不去。這是一種非常自私的選擇性同理心。3. 助紂為虐，最終自食其果。那個偷書賊後來對老闆發難，大罵老闆過橋抽板，甚至荒謬地認為是自己養肥了這家店。雖然小偷的邏輯極度扭曲，但從因果關係來看，小偷的氣焰其實是老闆長期縱容出來的。老闆為了蠅頭小利，長期提供銷贓渠道，實質上就是用金錢鼓勵小偷繼續作惡。當你長期提供溫床去滋養不義之財，最終引火焚身，被這種邊緣人糾纏甚至言語威脅，在道德層面上也算是一種自業自得。總結來說，這位老闆在故事中雖然站在了指責偷書賊的位置，但從嚴格的道德標準來看，他並非一個有原則的人。他最後的企硬，與其說是正義感爆發，不如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人際關係、同行情面而做出的利益權衡罷了。你覺得這類只要不搞到我認識的人就跟我無關的道德雙重標準，在